三藩市市政府大樓 San Francisco City Hall。 舊嘅三藩市大樓呢，喺1906年地震呢就震毀咗，依家所睇到呢個呢，係1915年重建嘅。一座非常之宏偉同埋令人讚嘆又令人敬畏嘅建築物，喺藍天白雲嘅映襯下呢，更加之靚啊！金碧輝煌嘅大門，同埋牆上邊呢，有雕塑，望落去呢，好華麗啊！好宏偉。喺 City Hall 外邊有林肯總統像，林肯總統。依家首先映入眼簾嗰個係一個4層嘅核心部分，佢以宏偉嘅樓梯、田納西州粉紅色大理石地板同埋306英尺嘅穹蒼而聞名。成個感覺俾人呢係非常之典雅啦、宏偉啦，都唔識用言語點樣去形容啊！市政府大樓嘅建築風格係屬於華麗學院派建築風格，並融合咗新古典主義元素。呢度上邊嘅藝術品係由法國
藝術家雕刻嘅。佢嘅作品呢係詮釋咗加利福尼亞州嘅財富、貿易同埋航海嘅成果。依家嚟到二樓呢就係行政大廳啦，有聽證會啦，有市長辦公室，有 supervisor， 我哋呢個區嘅區議員，睇下啲建築美學。依家喺二樓望落去幾宏偉。原嚟 City Hall 呢，仲有一個功能嘅喎，佢係婚紗拍攝基地啦，同埋呢可以喺呢度註冊登記結婚嘅喎。咁喺1954年1月14號，瑪麗蓮夢露同球星傳奇球星喬迪馬喬就喺呢間 City Hall 度登記結婚㗎啦。咁如果呢你都想嚟呢度登記結婚呢，咁呢就快啲嚟預咗啦，感受一下喺咁有歷史感同埋咁宏偉、咁莊嚴嘅地方，一定係好難忘嘅記憶。咁申請註冊結婚呢，就18歲以上啦。無論你係本地人定係外國人，都可以嚟呢度登記結婚嘅喎。咁呢，你結婚嗰度呢，你可以選擇公開結婚啦，或者係保密結婚啦，都得嘅。咁另外呢邊呢，就係個偏廳啦，咁有介紹 City Hall 各種各樣嘅歷史啦，同埋佢曾經發生嘅咩重大事項啦。
星期三同埋星期日喺 City Hall 個廣場度呢，會有農貿市場。係市政府門前嗰個廣場啦，睇下好多人都好超㗎，喺度曬太陽啦。